苗栗县先前发生财政问题，也唔单止可能会影响到地方风嘅基础建设，一个语文发通也可能会受到排查。一个泰式乡镇表演嘅自奉茶文教基金会，也摆入铁牌二顺轮台13线同台14线公路，同表演艺术送去各乡镇，而来弥补曹 TV 所学生嘅语文需求。舞台风一届就一届发公界五彩七零，是唱起一粒又一粒嘅文化重人，为透过行通艺术头拉鼓，点头大概4年嘅心关度。现台13线公路做开始嘅蔬菜之夜，主要系因为看到苗栗县有财政问题，所以决定对量出发，无本财政影响语文形象。就是那时候看到他财政上的一些问题，所以那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那苗栗的孩子呢，在这样的一个财政的状况底下，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机会？是拿到天意市美界金曲奖最佳好乐化奖项奖嘅大叫乱歌团，未受到邀请，同客家人口最多嘅陶冶市来表演。不但本嚟表演更加精彩，还先学客家文化，希望用节目嘅方式同无腔块族群做交流。尝试的用我们自己的音乐方式，然后去学习。虽然我们用拼音的方式，但是我们用世界音乐的概念，然后让所有世界的音乐都能够融合在一起。当然，客家音乐是台湾音乐最代表性的，跟世界各国去分享的一个音乐，所以我们也把它放在一起。文化部讲，希望透过安尼嘅发通来拉减城乡之间嘅差距，未做到公民文化平权嘅目标。客家新闻钟秀辉、钟义山台北报道。